主望2025年6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属灵的陪伴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18章23节到28节。保罗伫遐住一段时间了后，搁出发，经过加勒泰甲弗鲁加地区，坚固正门徒的信心。有一个伫亚历山大出世的犹太人，叫做阿波罗，来到幼所，伊有真好的口才，对圣经嘛精通。伊对主的道路有受过训练，热心宣讲，正确教示耶稣的事。不过只有知约翰的洗礼若定。伊伫会堂好胆开始讲道，毕基拉甲阿古拉听到伊的讲道，就带伊去因兜，搁较正确甲伊解说上帝的道路。后来阿波罗决定要去亚该亚，幼所的信徒就甲伊鼓励，写批予亚该亚的门徒，请因甲伊接待。伊到遐以后，遐个对上帝的恩惠来信做人受到真大的帮赞，因为伫公开的辩论，伊用有力的话辩导犹太人，根据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属灵的陪伴者，保罗短暂停留以弗所，无几日后就离开，续接来一位宣教师阿波罗。阿波罗接续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服侍，却引起分党结派，因为有一群人宣称因搁较介意阿波罗的教导。虽然安尼，保罗也肯定阿波罗的服侍，伫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中提醒：我也种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予伊大长。亚历山大出世伫以文化和学术著称的埃及古都亚历山大。伊身为犹太人，除了精通犹太经典，也受过希腊哲学的训练。因为安尼，通将伊的想法真有理路性表达出来。更较重要的是，阿波罗有一颗火热的心，乐意甲伊伫主的道路所受的训练，甲所拄到的人分享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毕基拉和阿基拉夫妇接待阿波罗，搁较准确甲上帝的道路伊解说。这对伊制造布片为业的夫妇，只是普通的生理人，却会当协助一位受过高等教育、学富五车、学问真饱的学者，甲上帝的道讲搁较完全。这显示每一个人拢需要属灵同伴，借着陪伴、关心、分享真理，互相帮补彼此的不足。天主教基督会神父艾尔雷德伫灵性争议册中讲到，灵性的友谊会不断增进，奠基伫上师的生活和道德，加上仁慈和疼。伫教会历史中，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便是奥古斯丁的灵性陪伴者。奥古斯丁原本是一位傲慢的修辞学老师，但是当伊第一次拄到安波罗修，便受伊的仁慈吸引。安波罗修的讲道吸引伊的，毋是风顶扑引的扑克，反正是亲像挚爱的老爸循循善诱，
有一次，厄古斯丁和朋友无意中经过安波罗小的册房，发现伊拄伫读册。安波罗小和其他人的阅读方式无同，伊的读册就算无出声，也看起来亲像啉蜂蜜遐尼甘甜。厄古斯丁因为安波罗小的春风化雨，倔强的心渐渐改变，搁较柔软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是毋是捌拥有亲像毕基拉和阿古拉对阿波罗的帮衬者，或者是亲像安波罗小诚侪厄古斯丁的属灵同伴者？伫信仰上，我是别人的属灵同伴是无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是毋是捌拥有亲像阿基拉和毕基拉对阿波罗的帮衬者，也是亲像安波罗小诚侪厄古斯丁的属灵同伴者？伫信仰上，我是别人的属灵同伴是无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使我拍开的心，亲像阿波罗共款，愿意牺牲受教，愿圣神借着身躯边属灵同伴的陪伴甲提醒，互我的生命亲像得到春风化雨安尼的滋润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